知名香港女演员李丽珍早期已拍摄3级片《蜜桃成熟时》走红，她与人夫作词家潘元良多年分分合合的感情，也在香港演艺圈轰动一时。但潘元良最后一次和李丽珍分手后，已于去年9月选择与小自己17岁的 Rita 在加拿大完婚。李丽珍近日在专访中首次公开分手后的心情，直言以为他会回心转意，但结果令人失望。据香港一周刊报道，潘元良与李丽珍1986年因合作电影《恋爱季节》擦出火花，两人多年来经历多度分合，最后传出李丽珍的女儿不接受潘，感情再度破局。潘元良当时已精诚尽触非金石，众口无权致一词默认分手。李丽珍在分手后情绪十分低落，甚至吃了2年忧郁症的药，期间仍期待潘元良回头，坦言我那时想我们很难分开，直到有一天真的分开，我就傻傻的在那边等，以为他会回心转意，可以继续在一起，或者大家都会有所转变，但最后原来他是不要我了，就好像我做错事一样，我是很失望的。直到得知潘元良再婚的消息，他才比较释怀。说到之前每次想起这事，就痛到想大叫。我吃了2年忧郁症的药，直到他找到幸福再婚，我才没再吃药，因为觉得再吃也没有用。原来放下潘元良才是最好的药。李丽珍如今选择自剖情伤，再走不出来就是等死。我不想死，不想让粉丝、家人、朋友失望，我一定要让他们再为我鼓掌。他回首过往的感情，也觉得自己傻，希望自己以后都不要痛到大喊，也觉得这次经历让自己变好，只要自己走出来，朋友就在那里关心你。一向恋爱大过天的李丽珍至今仍然相信真爱，但同时也说，年纪越来越大，未必像以前有那么多人追求，不过仍然希望有人爱我，我对未来仍然抱持希望。实习编辑斜线陈关宇。